今晚我哋又喺溫哥華機場度過夜啦，因為呢聽日朝頭早一早呢，我哋就會搭飛機去三藩市，開始我哋嘅三藩市快閃之旅。加拿大航空飛三藩市係大概需要2個半鐘頭，係唔包早餐嘅。我哋啲窮遊嘅梗係唔食啦。眨下眼，我哋又到咗三藩市啦 ，San Francisco 舊金山。San Francisco 舊金山地骨金。呢一程呢就屬於呢個機場快線，係免費嘅。但係嚟到呢個站之後，就要轉搭 BART 啦，咁就要俾錢啦。記得嚟之前呢，就搞張 Keeper 卡喎，係一張儲值卡，唔好似我咁攣晒氣。嚟到之後呢，上網又上唔到，買又買唔到，又冇散紙去買飛，結果呢，就要揾警察哥哥幫手唱錢先買到張飛。記得嚟之前一定要喺網上搞好，或者帶定多啲散紙。好快脆呢就到咗Downtown啦，因為我揀嘅酒店呢就喺Downtown市中心區 Powell 街上邊喎，交通非常之方便。呢間呢係一間舊樓改建時嘅酒店，人Downtown好多酒店呢都係冇廁所嘅喎，咁我哋特登呢揀一間呢係啱啱裝修完，係廁所嘅，有個房間，有個浴廁。呢個咧有一個大嘅趟門，跟住咧呢個就係坐廁嘅位，跟住咧就係咧呢度就係沖涼嘅位，咁咧就都叫做乾濕分離嘅。有個佢就唔使衣櫃嘅，全部都 open 嘅，細細地。呢個咧就係刷牙洗面嘅地方，跟住咧就有個暖氣位，呢個位咧就可以做化妝間又得，做書台又得，可以整下片又得。咁咧望落去咧簡單幾整齊。咁個窗景咧事實上就冇乜嘢睇嘅，望過去咧就係咁樣啦。睇下交通幾方便，一落街咧就有電車搭啦，而且咧由呢度行去聯合廣場咧都係5-6分鐘到，行去唐人街咧就只不過係15分鐘啫。一擺得行李，我哋梗係即刻落去呢個遊客必到嘅景點 Powell Street 同埋 Market Street 嘅迴旋總站啦。你個 Burger King 好大個，大過加拿大好多，仲哇幾3層牛肉。收完13蚊美金，抵食。唔係13蚊美金啊，加完稅15個幾。好正啊！唔係好正啊！窮遊嘅我哋梗係即刻買翻一張1日 Day Pass， 任搭呢個叮叮車。三藩市電車總共咧有3個呢啲咁樣嘅轉車盤總站喎，而呢個咧位於 Powell Street 係好多遊客必到嘅地方嚟㗎。由我哋酒店行過嚟咧5分鐘都唔使。睇下啲遊客睇得幾興奮，就算排咁長條龍啦，一啲都冇問題。呢一架都係另一種嘅三藩市復古電車，不過我哋今日就唔搭呢架啦，留翻聽日先開始搭呢架。咁首先呢，就等我哋欣賞下呢個三藩市叮叮車嘅沿途風景啦。三藩市嘅城市設計呢都好特別嘅喎，雖然佢嘅成個城市嘅設計呢係四四方方，成個城市呢坐落喺超過40座高高低低嘅小山丘上邊，令到居住喺呢度嘅居民呢出入都好唔方便喎。經常呢要喺呢啲咁陡峭嘅山坡上邊呢上上落落，既危險而且呢就非常之辛苦。咁喺1873年，發明家安德魯史密斯哈利迪呢
就決定喺三藩市興建第一座嘅纜車系統，用嚟解決呢個居民出入嘅困難。所以令到而家150年後，你仲可以見到一架一架復古嘅電車，載滿咗遊客喺30度嘅斜坡上面爬上去爬下嘅趣怪景緻。我有個習慣就係每到一個城市都睇下佢會唔會有個華埠，如果有嘅話，一定會去睇睇。因為時至今日，只係喺呢啲異國華埠裏面先至可能揾到一啲我哋早已經忘記或者已經淡忘咗嘅中華文化。原來喺呢度嘅唐人街個正式嘅名叫做 Sacramento， 另外其他嘅街道譯名亦都好趣致嘅，有啲係音譯，有啲呢就完全係另一個意思。我哋而家漫步緊嘅呢個三藩市華埠係北美歷史最悠久，亦都係亞洲以外規模最大嘅華人社區。喺呢度唔單止有一個旅遊景點，而且仲更加數代華人呢移民嚟美國落地生根奮鬥同埋重新嘅活歷史。時間可以追溯到1848年，加州爆發咗淘金熱之後，吸引咗大量抱住金山夢嘅華人遠渡重洋，由呢個廣東嘅銅山同中山一帶冒住生命危險漂洋過海嚟到呢度。唔單止喺度尋金，佢哋仲建成咗呢個貫穿美國大陸嘅太平洋鐵路。三藩市華埠歷史上面有一個最大嘅轉折點，就係發生喺1906年嘅三藩市大地震。當時大火差唔多燒晒成個三藩市，而華埠亦都變為平地。喺呢場災難之後，有人試圖將華埠搬到邊緣嘅地區，容易發展呢做個黃金地段。但係華人社區實現咗團結嘅力量，憑着堅毅不屈嘅精神抗爭到底，結果成功咁守住咗呢塊由祖父輩開墾嘅土地。重新興建起華埠，將原來破舊嘅街道打造成充滿異國情調嘅旅遊勝地，一路咁保存到而家成為一個旅遊景點。華埠唔單止保存咗一段一段嘅歷史，更加係一個活生生嘅社區。下次如果有機會你嚟到華埠，不妨放慢下腳步，細味一下呢度嘅人生故事。喺呢條咁隱蔽嘅巷仔裏邊，居然咧大排長龍喎！原來咧每一個人咧都期望住進入去呢間金門餅食公司。呢度最出名嘅咧就係 Fortune Cookie 幸運曲奇餅。喺西方國家，如果你去食中餐，最後埋單冇奉上呢個 Fortune Cookie， 呢一餐就唔係中國餐啦。其實 Fortune Cookie 一啲都唔係我哋中國傳統嘅飲食文化，最普遍相信嘅起源呢，就係源自日本嘅煎餅。20世紀嗰陣時由日本移民帶到嚟舊金山，隨後呢就由呢個中國餐館發揚光大。呢度除咗原味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味道引入咗嘅喎，例如朱古力啦、草莓啦、綠茶啦，應有盡有。呢間鋪呢就非常之細小喎，遊客一入到嚟呢就聞到濃郁嘅餅香，而且你仲可以見到呢間餅店呢就係堅持用人手製造喎，員工企喺呢個特製嘅圓形焗爐前面喎，睇住啲餅一片一片咁咩烤焗出嚟，然後呢就好快脆咁將佢撕落嚟，然後呢就再喺裏邊放入一張寫有祝福語嘅簽文，再將佢折成圓模咁樣，而簽文呢更加呢有6個 number 附住喺度嘅喎，俾你可以攞嚟買彩票搏一搏運氣。嚟到華埠呢度，當然一定要試下呢啲中國餐啦。呢度係一間專賣廣東式點心嘅小鋪，睇下師傅喺度現場即做即蒸，出邊都好多人排晒隊喺度等買嘅喎。睇下咩？呢個馬蹄糕、蝦餃同埋潮州粉果，好正，啱啱出籠嘅，呢個啱啱炸起嘅。整體都唔錯，不過個鹹水角就未炸得熟啊，有啲失望啦。去旅遊就係咁噶啦，有時會有驚喜，有時會中伏，但係無論好同唔好嘅經歷，都係旅人嘅樂趣。估唔到12月聖誕節啦，呢個華埠都仲有月餅賣喎。除咗月餅之外呢，仲有好多中式嘅糕點，完完全全咁滿足咗你兒時嘅味覺。行得攰，覺得肚餓，又可以嚟試下呢度啲燒臘啦，或者啲兩餸套飯，睇落都唔錯㗎喎。又或者你可以過隔離呢家專食點心嘅地方，點翻幾個傳統嘅廣東點心或者小食，體驗一下一盅兩件嘅廣東飲茶文化。
三藩市嘅華埠唔單止係僅僅幾條熱鬧嘅街道，更加係一部華人喺美國落地生根、奮鬥不息嘅歷史。喺呢個充滿生命力嘅地方，佢保留咗傳統嘅中華文化嘅同時，亦都融合咗美國多元文化，係一個值得我哋放慢腳步、慢慢去細味嘅好去處。喺呢個咁懷舊嘅華埠裏邊，你都可以揾到一啲新科技喎，隨時都可以見到呢啲無人駕駛嘅的士走嚟走去喎。如果有興趣嘅你呢，都可以 download個 app call 翻部的士嚟試一試無人駕駛嘅經驗。係咪好夢幻呢？夢幻 Nike。呢度係聯合廣場，由世界頂級豪華嘅牌子，去到平易近人嘅大眾服飾，呢度都應有盡有，簡直係購物狂嘅天堂。就算而家夜幕低垂，都仍然係五光十色，人來人往。